先至手足，因為你唱獨腳戲咁，我不嬲都唱獨腳戲㗎啦，係咪？我都冇乜朋友嘅，係咪？咁所以我自己有個金句叫不怕孤立，才可獨立，係嘛？朋友多係一種負擔嚟嘅。我記得我即係做傳媒嘅時候，同埋我寫文章幾十年，咁就係即係有一個啟發就係樹敵為樂，交友為苦。因為你作為一個評論人，你朋友多，呢個又拜託你，嗰個又話嗰個唔及得，係咪？呢個係同李柱銘 friend，嗰個係司徒華老友，咁你乜都唔使寫，係咪？咁我焗住話俾人聽，我樹敵為樂，交友為苦，係嘛？就以大多數人嘅最大利益為前提，係嘛？所以我今時今日喺立法會都係嘅，我係最孤獨嘅立法會，冇朋友嘅，民主派當我殺父仇人。係咪啊？咁你聽過李柱銘講嘢就知啦，連阿伯一個咁好嘅人都暗示我哋收咗共產黨錢嚟搞泛民主派，咁你就係附服何言咧？係咪？建制派就更加唔使講啦，係咪？我哋對佢殺傷力咁犀利，係咪？我哋呢一次完咗，我翻去打拉布㗎啦，係嘛？咁我哋2012年嗰次打拉布2個半月，打到鬼哭神號，係嘛？個個嗌晒救命，有啲係寫大字，有啲係廁所都冇得去，係嘛？咁咪等佢試下啲滋味咧，惡咗咁耐喺立法會，係嘛？我由開始08年做議員掟蕉掟到俾人罵我，哇！呢個嘢咁粗魯，到而家我唔掟嘢咯，係嘛？佢一樣係當我係暴力。咁我喺立法會同阿林鄭月娥講，我話你哋呢個諮詢咧就係假諮詢嚟嘅政改方案，你係共產黨叫你做乜你做乜，你係奴才嚟嘅啫。奴才都唔止係奴才嘅奴才 ，OK？ 所以你哋要落地獄嘅，下次就唔係掟你雞蛋，掟你汽油彈，跟住佢話我恐嚇佢，係嘛？咁你睇到呢邊星島啊、明報梗係醜化我啦，唔使講，但我真人係好靚仔嘅，我真，係嘛？嗱，今日嚟呢度咧就即係其實都好開心嘅，因為我前年先嚟過一次啦，2012年嘅聖誕之前啊。咁就嗰次咧係美加7個城市，咁啊行一轉，大約係2個禮拜到，好辛苦，坐飛機坐咗我計個條數60幾個鐘頭咁啊。咁今次嚟都好金嘅，今次嚟係去2笪地方，有溫哥華同呢度已經坐40個鐘頭飛機㗎啦，係咪加埋埋係嘛？咁我喺聖誕節之前就去咗美國4個城市。咁今次嚟多倫多咧就係因為上次去完美國啦，咁即係加拿大都要嚟啦，係咪？咁因為我哋好多網台嘅聽眾係嘛？仲有啲年青嘅朋友，佢哋喺呢度讀書咧，佢都係通過聽我哋網上嘅節目去了解香港嘅近況啊。咁啊，最近阿伯啱啱嚟過啦，係咪？同阿民主阿婆、民主阿伯，咁啊2位德高望重嘅香港民主派嘅大佬啊，就去完美國見完拜登咧，亦都上嚟多倫多見下各位係嘛？咁啊講下香港嘅近況，講下政改。咁有啲人就想我回應下，咁佢哋嚟到即係你覺得有冇作用啊？咁我喺香港寫咗好多文㗎啦。我嘅立場好簡單嘅啫，香港嘅政制發展由香港人自己決定。我哋係拒絕任何形式嘅外力干預，包括英美嘅勢力同共產黨。OK？我哋唔單止係抗拒共產黨嘅干預，我哋都唔歡迎英美勢力對香港嘅干預。你哋唔係英美勢力嚟嘅，我而家唔係嚟勾結外國勢力嘅。你哋而家係喺呢度，即係一個安樂之天、人間淨土，身在福中不知福，又掛住香港，係咪自己攞嚟衰，係嘛？咁我應酬下你，話俾你聽，香港而家有幾衰，咁又突顯你哋喺呢度有幾快樂，要知道 ，OK？ 就係咁簡單嘅啫，又唔係要求大家要對我哋做啲咩支持，係嘛？當然我希望每一次選舉嘅時候幫手，打個電話翻去叫啲親友投票俾啲進步民主派，係嘛？或者下一次選舉記得係投俾啲佢掛個招牌出嚟本土派嘅 ，OK？ 唔係好多人夠膽嘅。你話自己係本土派嘅話，你港獨㗎嘛？動不動就話你即係又台獨又藏獨又港獨，唔知邊度咁多獨，係咪？呢啲獨全部共產黨自己發夢發出嚟嘅，係咪？佢就周身獨，全世界冇一個政權獨過共產黨㗎啦！我話俾你聽 ，OK？ 任佢自己噏啦。而家海外都4萬幾億美金，係嘛？即係外逃嗰啲錢係成個國家國庫俾佢掏空晒，有10幾個家族啫喎，係咪？啲咩國家嚟嘅呢啲係咪？當然呢度好多愛國就唔係愛港啦，係咪？愛國愛港就香港有好多啦，係嘛？呢度唔知佢愛國愛港愛家啦嚇 ，OK？ 有好多人一聽見我哋講呢啲嘢唔啱聽嘅，唔啱聽都冇計，咁你唔好聽，係嘛？
或者陣間有啲人想挑下我機，我歡迎。嗱，而家坐滿晒啦，幾開心啊！真係俾啲掌聲自己先。嗱，今日嚟講咧兩個話題嘅啫，可能大家都關心嘅。一個咧就阿伯之前嚟講過就係政改，政改又同佔中有關，係咪？因為而家香港泛民主派咧就即係要發起一個佔中嘅運動，就因為政改啊。政改係咩咧？就係2017年同埋2016年嘅一個選舉，2016咧就係立法會嘅選舉辦法，2017年咧就係行政長官嘅選舉辦法。咁而家共產黨咧就通過呢個人大常委會嘅決定，07年嘅決定就話俾大家聽，嗱我俾個時間表你，2017年可以普選行政長官，但係個就係呢個立法會嘅普選咧，即係成個立法會所有嘅議席都係由普選產生咧，又要去到2020年。咁但係個前提仲要係2017年行政長官有普選，2020年先至俾你立法會有普選。OK， 嗱搞清楚個次序啊！咁而家大家集中嘅焦點就係討論2017年個行政長官嘅選舉。嗱，其實根據基本法原本嗰本基本法，1990年4月頒布嘅基本法咧，附件1同埋附件2，基本法嘅附件1同埋附件2。都對，即係第3屆之後嘅香港特區政府同埋立法機關嗰個產生辦法咧有個規定，係講得好清楚嘅。行政長官嘅選舉辦法如果可以修改嘅話，一定要得到立法會2/3多數通過，行政長官同意，然後交俾人大常委會係批准。呢個係行政長官選舉。咁點解要交俾人大常委會批准咧？選舉嗰個方案，其實如果你香港經過立法會2/3多數通過，你上到去人大常委會，佢都係要批准你嘅，係嘛？如果唔批准你嘅，咁啊真係大件事啦！你特區政府提嘅政改方案去到立法會獲得2/3多數通過，然後去到人大常委會佢話 no， 咁喺我哋嘅理解係冇可能，所以佢嗰個所謂同意，基本上係行禮如儀嘅 ，OK？即係嗰個所謂 approval 啊，即係喺英文嚟講係行禮如象徵式，即係等於你英國國會選舉完咗，多數黨嘅黨魁做呢個首相，組織政府，跟住見下英女王，摸下你個頭，乖仔 good boy 搞掂 ，OK？ 附件2基本法嘅附件2係規定立法機關嘅產生辦法喺第3屆之後，如果你要修改，又係由行政長官提出嘅政改方案，立法會2/3多數通過，然後交俾人大常委會備案。嗱，呢個係原本嘅條文，但係公元2004年，佢就修改咗呢個基本法，通過所謂人大釋法改咗基本法附件1同附件2，就話俾你聽，立法機關嘅產生辦法嗰個組成結構，直選即係地區直選同埋功能組別係比例不變。嗱，呢個比例不變嘅問題就好大啦，因為我哋嘅理解，你循序漸進嘅意思係咩咧？第一屆嘅立法機關1998年產生嘅第一屆立法會，直選議席係有20席，另外有40席咧，10席係選舉委員會產生嘅，另外30席係功能組別。到咗第2屆，直選嘅地區直選議席變咗24席，選舉委員會得返6席，然後功能組別繼續維持30席，跟住再嚟嘅就係冇咗選舉委員會呢個間接選舉，一半嘅議席係由直選產生，呢個係公元2004年嗰一屆選舉，即係長毛當選嗰一屆。功能組別30席，總共60席，跟住就要到07年、08年嗰個行政長官選舉同埋呢個立法會選舉。咁佢就喺04年人大釋法，將呢個附件2改咗，要比例不變，直選議席同功能組別要比例不變，即係大家都咁多，所以就會變成08年直選議席30席，功能組別30席，同04年係一模一樣，咪等於唔係循序漸進啦，大佬，咪俾佢難咗啦。2012年即係上一屆，即係啱啱啦，我哋而家做緊呢一屆應該係講。又係比例不變，不過加咗10席，呢個10席就係功能組別5席，地區直選5席，又係比例不變。咁但係民主黨話唔係喎，我哋提出個政改方案喎，佢接受咗功能組別加嗰5席咧，係由全香港人選出嚟嘅，嗰5席係叫超級區議會，即係話你個候選人第一必須係區議員，
第二你要得到15個民選區議員嘅提名，你先叫做候選人。咁你咪有篩選啊，大哥係咪？呢個咪即係而家嗰個提名委員會選特首咪一樣，即係你民主黨係幫共產黨開路。你李柱銘同我辯論我都係咁講㗎啦，係咪？你行入去中聯辦同共產黨密室談判，然後出賣盟友，又出賣我哋搞緊5區公投，你杯葛5區公投，你行入去中聯辦，因為司徒華臨死之前要完成呢個任務，你行入去中聯辦同共產黨談判，通過呢個政改方案。你話增加咗10席，對香港民主有貢獻，結果呢10席民主派攞得3席，其中7席係俾晒呢個建制派嘅。最近劉慧卿喺一個電視節目裏邊就係糟質呢個新民主同盟嘅范國威，佢話如果唔係我哋民主黨嘅政改方案，你范國威之流都做唔到立法會議員。或者係用阿卿姐嗰句説話就真係豈有此理喎！真係係咪？個真相就係喺2008年嘅立法會選舉，地區嘅選舉直選有30席，民主派攞咗19席。到咗2012年，立法會嘅地區直選增加咗5個席位，有35席，但民主派攞得18席。喂，個議席增加，你攞嘅議席係少咗。全部俾建制派攞晒，佢新增嗰5個直選議席。范國威之所以去贏，就係因為大家覺得有得揀。我揀范國威都唔揀你黃成智，揀范國威我都唔揀你民主黨嘅蔡耀昌，咁解嘅。如果你話增加議席係益咗民主派嘅，點解你何俊仁個地頭屯門呢個陳樹英會輸？喺葵青李永達嘅地頭，李永達會輸。民主黨喺新界西1席都冇，呢個咪就拜呢個政改方案所賜咯。咁但係民主派，特別係民主黨就可以攞到3個功能組別嘅議席喎，一個就係馮檢基，一個就何俊仁，一個就涂謹申，兩個係民主黨嘅。當時我哋反對呢個政改方案，就話呢個政改方案係為你啲政黨少數嘅政黨度身訂造嘅，因為你個門檻太高，要15個民選區議員提名，有邊個黨有超過15個區議員嘅？除咗民建聯同民主黨之外，咁你呢個制度係咪為你呢2個黨去度身訂造？所以我哋呼籲啲人投白票，結果有10幾萬人聽我話投白票，但係佢都係當選，係咪？啲人唔講呢啲嘢，我唔知馬丁尼有冇講呢啲嘢咧，係咪？呢個係真相。你增加咗10個議席，結果係益晒啲建制派，你就鬧我黃毓民發動呢個票債票償運動係益咗建制派。到今日為止，包括多倫多、海外有啲地方都有啲咁嘅人認為，大佬啊，做咩益啲建制派啊？係咪？民主派唔應該分裂啊嘛，係嘛？我哋要含淚投票，我講粗俗啲，你含遮投票而家係含淚投票咗好多屆啦，已經係。民主黨唔好講以前，瞓喺度都贏嘅，只要你係白鴿黨就得㗎啦。OK。2008年佢哋總共攞34萬票，7個地區直選議席。到咗2012年，佢攞24萬票，得4個地區直選議席。選票係説明一切。你話我哋分裂民主派，我哋只不過將個政治光譜拉闊咗。我喺06年成立社民連，08年參加呢個立法會選舉攞到3席15萬票，跌到一地都係眼鏡啲人。哇！呢班咁嘅友咁都可以民心變咗啦嘛！我離開社民連，組織人民力量。人民力量喺2012年參加立法會選舉攞18萬票，3席，第4席爭啲贏咗就係黃洋達，輸咗1009票俾謝偉俊。激進民主派社民連加人民力量喺2012年總共攞27萬票，比公民黨、民主黨嘅24萬票都要多3萬票。呢個叫做細胞分裂。有啲人話：毓民你咁中意分裂嘅，咪去分裂咪好咯？細胞分裂係咪？呢個係咩人？係成個客觀環境改變，大家對於你啲主流民主派長期霸着無坑不拉屎，永遠都係你呢班人做嘅，討厭啦開始。年年6、4就燭光晚會就叫嚟叫去，叫嗰幾句口號。
係嘛？我哋嘅出現，只不過係順應呢個社會嘅潮流。我哋喺18歲至到25歲呢個組群投票俾我哋嘅佔咗50%幾，即係後生仔係唔會投票俾你嘅，呢個好清楚㗎，你已經係。我今日去多大，啲同學同我講，佢上次2位長者嚟呢度有個座談會，佢都有去。佢話佢發覺大部分都係年紀比較大啲嘅，見唔到咩後生仔。我今日嗰啲全部後生仔，我今日嚟我話應該去感受中華都好多長者嘅喎，不過嗰啲係進步嘅長者 ，OK， 同年紀冇關，係咪？同你可唔可以放低你嘅思想包袱有關。大家都覺得共產黨係好犀利，咁我哋咪要團結咯，係咪？我喺07年嘅選舉文宣裏邊，我已經講寫咗一本書，叫做《沒有抗爭就哪有改變》。我哋已經提出一個觀念：民主派沒有不分裂的本錢。當政改方案一出爐，民主派就要面臨分裂。嗱，你可以上網睇翻我呢篇文，係2007年寫嘅。當呢個政改方案擺上台面，民主派就要分裂。我哋喺2010年發動5區公投。2010年5月5區公投，2010年嘅6月民主黨行入中聯辦同共產黨密室談判，2010年嘅6月25號通過政改方案，民主派就已經係分裂，就唔係好似阿伯嚟呢度講含沙射影，嗰啲邊有咁多錢啊？阿專去搞自己人，邊個同你做自己人啊？真係好笑啦！就係當你咪自己人先追擊你啊嘛，大佬！唔係喎，咁你即係益咗共產黨，有幾益咗共產黨啫？你而家呢班人去上海做咩？請問，我就唔去。佢哋決定咗上海嘅時候喺立法會嘅內務委員會嗰度，我講嘅。我話我唔去上海嘅，因為漢賊不兩立。我唔會同共匪談判。仲有政改點解要去上海傾？你解俾我聽。香港唔傾得。結果去上海到頭來。佢淨得10個人到最後，因為長毛擺明係玩嘢㗎啦嘛，佢帶埋啲6四 T 恤啊、傳單，一入到去就衝攻佢，跟住佢要攞翻佢，唔俾佢攞翻，咁咪你走啦，咁咪走咯，係咪？佢走嘅，你入邊就散晒啦。跟住何秀蘭同張國柱嘅勢頭唔對又走啦，咁啊剩翻成個團啊，民主派14個人嘅啫，入咗去13個，走咁3個，剩翻10件，出邊有一件叫梁家傑。因為佢哋嗰日禮拜5挨晚起行，梁家傑要主持佢哋個黨嘅即係黨慶，佢就禮拜6先行嘅。結果見到長毛俾人拋咗出嚟之後，梁家傑就開記者會，我唔去。咁啲人問：咁你有3個黨友喺度，叫唔叫佢翻嚟啊？唔使叫佢翻嚟㗎啦，佢會表達我意見㗎啦。咁結果一個公民黨分4派，一派咧就係毛孟靜、陳家樂唔去，同我一樣；一派咧就係梁家傑作為黨魁。林鄭脫逃，另外仲喺入邊嗰3個郭家麒、郭榮鏗加個湯家驊就跟大隊，跟埋啲建制派。我唔係嚟平反6四嘅，我嚟爭取民主嘅啫咁。講明嘅。咁然後郭家麒個雙國咧就自己自由行動，一個黨分4堆人。咁呢啲邊個分裂佢哋？請問你成日強調團結嘅人，點解你問下個公民黨做乜分4派咧？我哋面臨嘅係共產黨，呢個政改係佢哋帶頭去歪曲嗰個基本法、扭曲基本法，令到而家變成一個人大決定嚟決定你香港嘅政改嘅前途，就唔係你香港人決定。所以我最近出咗一本書仔叫《偽民主派賣港實錄》續篇，第一篇咧就喺2012年選舉嘅時候派咗30萬本，派到民主黨咪得翻4席咯。OK， 跟住我再出就講政改嘅。第一個10萬本派晒，第二個10萬本我而家加印，其中有一幅就係叫漫畫家 Cutson 畫嘅何俊仁及女相嘅呢個漫畫。唔係，我哋只係想講一樣嘢，你及女唔緊要嘅，係嘛？在座都有啲同我年紀咁上下嘅，好色而冇笑藝人之常也，不過唔好喺立法會睇。我哋喺立法會掟嘢，你話我粗暴，
我大聲鬧人，你話未見過立法會可以咁樣辱罵啲官員嘅？呢個係湯家驊講嘅，寫喺個專欄度喺報紙度譴責我哋。我啲官員原來唔鬧得㗎。你湯家驊真係好嘢啦，真係。係咪？佢係議會有議會嘅尊嚴。我話好啦，咁議會嘅尊嚴而家就何俊仁幫你維護個議會尊嚴咯。就係你個財政司司長喺度讀緊財政預算案嘅時候，黃毓民就走埋去搶佢財政預算案，搣佢個財政預算案，跟住俾人拋出去，係嘛？呢個係幾年前。咁你就開記者會，公民黨同民主黨聯合記者會就係譴責我嘅暴行，製造議會暴力。到你今時今日好温柔喺度睇緊女，咁你就冇侮辱議會尊嚴啦。我覺得睇女唔緊要，你係無心戀戰，你無心戀戰你就收工啦。你做咩做議員啊？仲要係咪？我哋由朝到晚，有啲人話你有夠好容易啊，掟完嘢俾人趕出去。周成黃毓民議員請你離開會議廳，咁嗰啲保安嚟夾你出去，跟住你收工啊鬥人工，錯晒。我哋開會嘅時間長過任何一個議員。我嚟之前，審計署發表呢個每年2次嘅衡工量值報告。我哋啱啱開完一個會，就係話對於呢一份報告，我哋要攞邊幾個章節出嚟公開聆訊，因為我係政府帳目委員會、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嘅委員，得7個人嘅70個立法會議員，得7個人做呢個帳目委員會嘅委員，係冇人肯做嘅。點解啊？因為1年出2次呢一個衡工量值報告，跟住我哋每一個報告大約開6次嘅公開聆訊，開10次嘅閉門會議嚟寫報告。最近嗰次就係湯顯明飲茅台買魚蛋嗰次，嗰個衡工量值報告我哋開咗8次公開聆訊，就招呼呢個湯顯明一個人，寫咗份報告，係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咁開會，得7條友。我嚟之前，新嘅審計報告發表。其中一個大家最關心嘅盛事基金亂咁俾錢人哋 ，OK？ 公屋嘅規劃建築全部有問題，空置單位有好多。我哋而家已經決定咗喺5月頭就要開公開聆訊，不過我打緊拉布，開唔開得成未知。我係呢個委員會嘅委員，仲有我坐6個事務委員會、2個小組委員會、4個法案委員會。你喺電視見到嘅就係立法會大會。你發言嘅時間好短嘅，幾分鐘嘅人就有關嘅議案，係嘛？我哋每一次俾人趕，都係一係施政報告，一係就財政預算。呢啲大型嘅喺立法會好重要嘅會議嘅時候，我哋喺度搞事。我記得梁振英一當選特首冇幾耐，第一次嚟立法會嘅答問大會，小弟係第一個抽到問佢問題嘅。我哋每年呢啲特首嚟呢個答問大會4次。有70個議員，平均每個議員1年只能夠問1條問題嘅啫。咁你喂大佬，我問完嗰條就冇得到我問我，係咪次次佢嚟親我要搞佢啊？係咪啊？係嘛？但係好多人又唔知，跟住就唱你，唔使做嘢。梁振英第一次嚟立法會，我就羞辱佢啦。大家唔知有冇印象？我袋住個錄音機，我發言嘅時候，我話我唔會叫你做特首。亦都唔會稱呼你為梁振英先生，我會叫你做689，因為你喺1200人嘅小圈子選舉，你攞到689票，小弟喺地區直選38000幾票，零頭都多過你，所以我叫你做689。689仲有個意思嘅，6789冇7，係咪？689呢一個綽號而家好流行啊，各位你知唔知啊？一講689就係知道講呢條高佬梁振英，我發明嘅 ，OK？ 有一次仲好笑，去馬場跑馬，咁啊其中一個馬場嘅馬會嘅董事係范徐麗泰，我哋一圍台一班人嘅時候，啱啱跑到有一場，有一隻馬叫新界福星，咁啊黃宏發佢哋嗰啲新界劉皇發啲新界團體嘅，咁我話呢隻馬上次跑第2，今次有機會贏㗎啦，咁樣6號。跟住啲朋友問：拖咩腳啊？我89啦，689跑出嚟真係689，仲未算絕。個彩池其中一個叫做4連環，即係4隻嘅，係咪？咁我買14號啦，689實死。
真係跑出嚟694，咁啊全為佳話啦！呢個係笑話嚟嘅啫，咁即係佢名好行就叫689。佢嚟立法會嘅時候，我哋已經羞辱佢，跟住我放錄音機，就係唐英年同佢喺選舉論壇裏邊講佢嘅嘢。你成日都講大話，你呃人，我係咁重複播個錄音帶咯。我話你係一個冇誠信嘅人，人格卑下，你有咩資格管治香港？呢個係梁振英第一次嚟立法會嘅時候，小弟招呼佢嘅 ，OK？ 喂，如果你話呢條友收咗共產黨錢去分裂民主派，咁啊好啊！共產黨磅水俾你咁樣收入佢條僆，咁啊唔怕攞嗰啲錢講就講，真係啱唔啱啊？係咪？喺2012年，我帶領呢個人民力量嗰個選舉，我喺個造勢大會裏邊講得好清楚。我話今天中國係一黨專政嘅中國共產黨統治，一日共產黨喺中國一黨專政統治呢種情況冇改變嘅話，我唔會承認自己係中國人。我係文化上面嘅中國人，因為中國呢個名號已經俾共產黨篡奪咗。我係香港人。我喺2013年2012年咧，而家講應該係前年嘅聖誕節前，我嚟加拿大、美國其中一站喺呢個 Calgary 嘅時候，又係咁嘅場合，有個老人家行上嚟挑我機，你係咪中國人？你而家講啲咁嘅嘢，我唔好意思，我係香港人。我話你係咪中國人咧？我話你唔係中國人，你係加拿大人。你入籍嘅時候宣誓效忠英女王，你點解中國人？文化上你係中國人，血緣上你係中國人，喺政治上你係加拿大人。唔好同我哋講呢啲嘢。大家中國人啦，咩叫大家中國人？哇！你有共產黨照住你，但係籌款都6000萬1晚，係咪啊？賣幅咁嘅爛鬼字，1000幾萬張曉明係咪？中聯辦主任，我邊個照啊？我係靠你呢啲，係嘛？我靠邊個照啊？係嘛？你共產黨照住你嘅，係咪？所以呢一個政改方案發展到今日，大家已經睇得好清楚。底線已經幫你定咗出嚟。根據基本法第45條，由一個有廣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員會，按照民主程序提名，然後香港人普選特首。呢個45條係點樣解呢？一個有廣泛代表性嘅提名委員會，共產黨就話即係選舉委員會咯，係咪？即係第1、2、3屆選特首嗰個選舉委員會，嗰個就有4個界別，咪有廣泛代表性參與咯。而家都繼續講啦。咁即係話呢個提名委員會又按照選舉委員會嗰個小圈子選特首個選舉委員會組成，就過渡成為提名委員會。就唔係好似你一般人所講啊，選舉委員會咧就有呢個民主成分，冇，唔好意思，係均衡參與。廣泛代表性，呢個共產黨嘅術語嚟嘅 ，OK？ 按照民主程序提名係咩意思呢？就係呢1200個提名委員嘅集體意志機構提名。民主派仲有一輪好天真，喺07年個人大常委會決定有提到呢個所謂提名委員會有按選舉委員會嗰個產生嘅時候，佢話咦咁都 OK 喎。咁你800人嘅時候，選舉委員會梁家傑都攞到提名入閘，1200人低海拔 AV 人何俊仁都攞到100幾個提名入到閘選特首，但係你唔好忘記喎，嗰陣時選特首投票俾你又係嗰啲人喎，嗰1200人喎，咁佢驚叻咩你啊？佢過半數係咪啊？俾你入到閘，你永遠冇得贏嘅。梁家傑冇得贏，何俊仁冇得贏，何俊仁仲大鑊，提名嘅票100唔知50幾60幾，得票唔夠100票，即係提名嘅人都唔投票俾佢。結果689就攞689票啦，其他嗰300幾票就呢個唐英年啦。OK， 你係冇得贏。但係如果嗰個提名委員會個門檻係1/8，即係話1200人、150人提名你入到閘嘅話，咁你真係有機會贏喎，因為選嘅全香港300幾萬人。如果去到特首選舉普選嘅時候，咁你咪喺度發緊夢，哇！我入唔到閘喎，
佢而家話俾你聽，唔係150人提名你就入到閘嘅，而家係要反映個提名委員會嘅集體意志，係機構提名啊！夠絕未啊？係嘛？都未算絕，加多一條行政長官不能夠反抗中央，必須愛國愛港。夠絕未啊？咁你點入閘啊？所以我哋出嗰本書就係民主黨而家千萬度度嘅方案，就係叫做有得入閘屎都食。你有得俾我入閘就得㗎啦，我有機會贏㗎啦。所以而家19幾個政改方案係嘛？嗱，我呢度有一份嘢咧，就係我今次嚟呢度即係演講又好，座談又好講咧，就我寫定一篇文係37頁嘅，就《香港政改風雲錄》，分5個部分。大家有興趣上網睇，我唔會喺度派，冇嘥紙環保，30幾頁係嘛？我去啲大學啊，又係講呢啲嘅，最新嘅啦，係咪？由佔中開始講到不同嘅政改方案，講到我哋嘅立場，我哋會提議一啲咩方案，我哋會點樣做 ？OK， 喺晒度，大家可以上網睇啊。喺呢啲方案裏邊，絕大部分都係有提名委員會嘅，除咗班學生提嘅學民思潮嘅公民提名，得一個方案啫。就係公民提名，即係話我哋要求而家嗰個提名嘅方式，如果你係普選嘅話，就係所有人都有份提名。譬如台灣嘅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佢嘅提名方式有2種，一種叫政黨提名，一種係公民連署，即係我哋而家講嘅公民提名。政黨提名就係要規定嗰個政黨喺上一次嘅大選裏邊攞到5%嘅選票。你先可以提名候選人。譬如有1000萬人去投票，你攞50萬個提名咁就得啦。OK？ 咁呢個門檻都 OK 㗎，係咪？咁我哋提出嘅公民提名就係呢樣。台灣嘅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仲有一種叫政黨提名，就係呢個啦，5%。但係另外咧就冇政黨提名你嘅公民連署，好似上一屆嘅選舉，宋楚瑜。佢嘅親民黨係攞唔到5%嘅選票嘅，喺上一次大選，所以親民黨係唔可以提名總統候選人。宋楚瑜就用公民連署，叫啲人民簽名，結果跨過門檻，佢成為候選人。所以喺上一屆嘅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一個民進黨嘅候選人，一個國民黨嘅候選人，另外一個宋楚瑜就係公民提名嘅候選人，簡單啫嘛，係咪？但係而家你嗰個提名方法就係一個提名委員會機構提名，咁你真係唔使旨意啦，係咪啊？咁譬如我好心儀民主女神余若薇去選，咁點算啊？你都入唔到閘，係咪？民主黨千方百計就希望佢入到閘，所以阿伯有一次冇瞓晏覺，定咗個底線方案。總之你俾我民主派入到閘，提名委員會接受，呢個就係唔知上次嚟有冇人問啊？李柱銘係佢提嘅第一個。妥協方案係李柱銘提，但係後來佢話唔好意思，我嗰日冇瞓晏覺，所以佢取消咗嗰個方案，因為知道錯啦嘛。嗱，我好尊重佢嘅，我話俾你聽，我唔會批評佢，我係講件事啫，唔好當我批評佢 ，OK？ 係嘛？呢個係一個好人嚟嘅，君子可以欺其方 ，OK？ 好人好容易俾人呃嘅，佢身邊嗰啲人就成日同佢講，你毓民都成日搞你哋啊！係嘛？毓民咩咁？真係咪入晒耳咯？係咪？即係唔好以為一個資深大律師，一個好聰明嘅人，你成日聽得多，你老婆成日喺你枕頭餓下，梗有啲中㗎嘛？係咪？餓你100次啊，2次中你死啦，係咪？實中㗎嘛？係咪？點會唔中啫？係嘛？而家呢個係一個困局嚟嘅，形勢係好清楚，佢一定係要掌控成個選舉。共產黨一定係要對個選舉係掌握得到，佢預知選舉結果，佢先會俾你選舉嘅。特首嘅選舉，如果係普選啊，更加重要啦，大佬。佢一定係梁振 A、梁振英 A、梁振英 B、梁振英 C， 咁你咪去揀一個咯。咁你話我起碼都要1人1票選咧，或者揀邊個咯？咁係咪即係有得入閘？你屎都食啊！明明嗰嚿係屎咁樣包裝過啫嘛，係咪？用啲日本包裝包嚿屎俾你咁，
但係嗰嚿都係屎嚟㗎嘛，拆開個包裝。咁你有冇食屎啊？我成日問啲人。咁你有咩選擇咧？只能夠抗爭。所以佔中未嘗唔係一個辦法嚟嘅。但係好似而家佢哋提嗰個和平佔中就大鑊啦，講都講咗年幾，而家仲要由李永達行出嚟代表呢個陳方安生講香港2020發動一次民間佔中先試下先，今年7·1。李怡咪寫咗篇文咯喺蘋果，佢話原來佔中有正式同非正式，有官方同民間嘅。你搞得你天黑啦，係咪？因為佢哋係中意玩呢啲嘢。咁然後李怡嗰篇文係講出一個道理，原來有啲人仍然係要依靠啲主流媒體、傳統嘅媒體。你只要喺電視、電台，而家香港嘅主流報紙見到你就覺得你存在。但係喺個媒體有一種叫新媒體，就係互聯網。互聯網係互動嘅。互聯網上互聯網嘅人去聽到啲消息，佢唔單止係接收消息，佢仲係 deliver message， 仲可以批評。喺網上見到嘅世界同你喺主流媒體見到嘅世界係兩個不同嘅世界。你民主派搞呢個輪流絕食，喺主流媒體裏邊，特別係呢個《蘋果日報》同《明報》支持呢個即係溫和民主派嘅，日日都見到你班人話點樣絕食，後來絕成3個，如何偉大，係咪？如何有決心？但喺互聯網上邊，全部都係批評你呢個絕食嘅言論。你至少你係同呢個新媒體嘅民意脫咗節。我哋開始從政以來，都係俾主流媒體封殺。你喺《蘋果日報》睇唔到黃毓民嘅消息，睇到嘅一定係負面。OK， 明報就直情唔登我啲嘢添。我喺立法會發言咁精彩，你只能夠喺網上上 YouTube 你先睇到。OK， 喺內地嘅 YouTube 網站你都有機會睇到，但係你偏偏香港嘅電視、電台、報紙，你睇唔到我有任何嘅嘢，好似冇做嘢咁啊！呢度有，但係互聯網對唔住小弟稱王，我嚟呢度，我哋今晚個聚會呢200幾人，我哋係唔係靠主流媒體去登廣告？有咩組織港家聯喺度幫你發動冇？我哋係靠喺個 Facebook。靠我哋呢度幾位年輕嘅朋友主動去聯絡，咁就200幾人嘅啦。我未嚟喺個網上已經係咁流傳，係咪？係靠新媒體，唔係靠主流媒體。所以李怡今日嗰篇文其實講出一樣嘢嘅就係，你哋呢班泛民主派已經落後於形勢，特別係同啲年青人完全脫節。我哋呢幾年係喺夾縫中生存，點點滴滴揼石仔咁揼翻嚟。我哋唔係好似嗰2位長輩嚟到呢度，又去美國有副總統見，嚟到呢度，哇！周圍好犀利係嘛？大把人幫佢抬轎，我哋冇嘅。嚟到呢度都唱獨腳戲嘅司儀都冇嘅。呢度其中一個董事佢同我 friend 佢話：毓民你嚟啊！冇所謂，唔收長租，幾好啊！真係咁而家坐滿晒啦，係咪？完全係靠大家嗰個支持，係咪？但係我哋一到選舉，我哋成個組織動員係靠民宣。如果你搞組織動員，你喺香港，你點搞得過共產黨啊？請問？我哋喺地區度做嘢，我有2個辦事處，一個紅磡，一個元州村。我哋每個月都搞長者生日會。我哋有一份長者，因為我每個辦事處我都有一個叫毓民長者之友會，然後佢哋要登記，有佢聯絡電話。我哋係累積落嚟嘅。我08年到而家6年，喺我地區辦事處裏邊加加埋埋已經累積有5000幾個老人家
係會員，我哋做啲咩咧？唔係選舉嘅時候同佢拉票，係我哋有活動，有乜嘢派，我都蛇齋餅粽米嘅，我又派粽派米派餅，我都照派㗎，大佬係咪？揾啲老友贊助係嘛？每個月一定搞一次生日會。我哋亦都揾啲朋友贊助一個基金，嗰啲綜援攞綜援同埋獨居長者，我哋幫佢驗眼，一有白內障已經係好熟啦，唔做手術唔得，我哋係贊助佢做手術，一年都做10幾個，但係一定係獨居同埋攞綜援嘅，因為我哋香港咧驗眼就公立醫院冇得同你驗眼，你要揞錢去驗眼嘅。啲老人家成日都諗住，年紀大隻梗係蒙眼啦，蒙蒙地咧點知要白內障啊，大佬係咪？驗到啦！如果你輪公立醫院3年，輪得你已經睇唔到嘢啦，係咪？講到香港醫療幾咁好，老人家政府淨係同你剝牙，唔同你鑲牙啦，剝到冇晒牙咁咪好咯，唔使食嘢。你會見到老人家每日唔使錢啊，隻牙隻幾皮，係咪？咁你話嗰啲攞綜援嗰啲老人家係咪寧願即係冇牙咧？咁你淨係同佢剝，唔肯同佢鑲嘅喎，冇得鑲，淨係有得剝，幾好咧？剝到全部都咁樣笠晒嘅，係咪？我哋做呢啲地區工作嘅時候，就深深體會到共產黨佢喺地區上面個力量嘅即係驚人。民建聯可以請一條僆仔大學畢業或者讀緊碩士嘅，你嚟地區度做社區主任2皮半，做2年之後選區議會贏，唔贏繼續俾2皮半，你繼續喺度。得閒就上去訪問下啲老人家，打電話黃伯，你聽日生日喎，我哋揾人送份禮物俾你好唔好啊？咁嘅喎，噓寒問暖，一到投票成架車車你去投，你點同佢選啊？即係民建聯最近個籌款晚會籌6000幾萬喎一晚，仲要有條友叫做張曉明，共產黨仔要揸住個咪唱嗰啲冇人識聽嘅歌，跟住都有人俾1000幾萬佢喎，一條友已經俾1000幾萬佢啦。嗰個叫許榮謀，中資機構啲闊佬，成晚籌嗰6000幾萬係得唔知5個到10個闊佬俾晒包晒底，咁佢今年嘅經費又穩陣啦，仲未計共產黨台底有冇俾佢喎？你話佢幾多錢呢？喂，我哋打生打死捱到隻狗又賣書又做 show 出賣色相90幾樣，一年揾多200幾萬，啱啱夠支出。嚟到呢度。黃毓民喺加拿大呃錢啊，籌款自己袋落袋，我走水腳都未夠啊哥！阿孖田哥走嚟呢度含沙射影，話我哋收咗人哋錢去對付民主派，但係真正收錢嘅係民主黨、公民黨，淨係一個黎智英，每個黨都俾1000幾2000萬佢哋一年。喺我哋社民連嘅時代，我搞5區公投，後期有人作反，嗰個陶君行，黎智英俾咗200萬佢，叫佢搞我。黎智英要做香港真正嘅民主之父，唔緊要，係咪？你有你做，我有我做，就唔好話我哋走去收共產黨錢冇證冇據。臨到選舉前要出篇文。黃毓民發達啦，對啦民主派就加肥好潤啦，財源廣進啦，咁都得。我就 ICC 告佢啊，妨礙選舉啊。不過我當選就告唔入啊，如果我唔當選就告入去噶啦。好在我哋地區上啲選民就唔會聽你講呢啲嘢，係咪？我記得上一次選舉，我主力係幫2個後生仔，一個叫黃洋達，一個叫做陳志全，陳志全就入咗去啦。我嗰個選區，我選舉，我行落去前後3次，結果小弟第2高票輸俾共產黨，咁都算威啊！係咪？輸俾共產黨，即係唔係輸咗個位，係輸咗啲票俾佢嘅。最高票嗰喺我個選區5個人，就叫做蔣麗芸，一嚿雲嚟嘅呢個喺立法會，佢唔知係開緊咩會，自己都唔知，又唔睇文件嘅，咁過癮嘅，成為佳話。但係共產黨要佢贏，你就贏，係咪？你點樣同佢選啊？係咪？你去邊度揾咁多資源啊？仲加上種票，所以只能夠搞革命咯，係咪？唔係冇得搞嘅。你任何一個方案
講，佢都話你違反基本法，所以我哋咪提全民制憲、重新立約、公民提名、普選特首16個大字。所以今年嘅6·4，我都會喺維園嘅門口，我唔會入去嘅。舊年我已經冇入去，我費事幫你支聯會抬轎啊！我哋喺個門口度講呢個公民提名、普選特首。好啦，第二個話題要講嘅就係本土派。嗱，我咧係溫和本土派，激進本土派嘅國師就係陳雲。OK， 陳雲而家就喺我哋電台度做緊一個本土論壇，一個書生喺報紙上面冇地盤，靠佢一支筆喺互聯網嘅面書 Facebook 嗰度寫文，可以出3本書，講呢個本土意識，成為我哋尊稱佢做國師。OK， 如果有香港國，佢就國師㗎啦，即係呢個其實係一個即係半嘲笑嘅，你明唔明？香港你想獨立，啲解放軍喺隔離啫嘛。我嚟之前嗰個禮拜有班大學生嚟訪問我，喺我寫字樓，跟住佢話：喂，你而家啲本土派會唔會俾人話你港獨啊？跟住我拉開窗簾，我望下佢，嗱，呢度解放軍總部，添馬艦。OK， 而家碼頭佢係霸埋㗎啦，港獨係咪？搞咩港獨啊？但係你一講本土意識，佢就話你港獨㗎啦，大佬，係嘛？而家有啲人走去軍營嗰度擾攘下，佢話你衝軍營喎。咁而家幾條友俾人告咪妨礙秩序啫嘛，叫做有條罪叫做衝軍營咩？有啲唔得啊，要23條立法啦，唔係國安法移植香港咁都得嘅。解放軍門口咁樣衝入去，邊度衝到入去啫？喺度擾攘㗎嘛，幾條友我都識嘅，係嘛？跟住我哋有啲本土派搞唱紅打黑驅黃，哇！你歧視內地嘅同胞，又係港獨，數嚟數去得個10丁友。共產黨如果唔誇張你呢啲咁嘅本土派嗰個能量，佢點樣去制裁你啊？但係我哋都唔理，照做。嗰個本土意識係點樣嚟嘅？任何嘅民主政治都係要植根喺本土嘅大佬。唔通叫佢上嚟啊，同我哋一齊選啊，叫啲共產黨，係咪？梗係香港人選翻香港人嘅啦嘛，啱唔啱啊？如果嗰條友唔係聽香港人講嘅，係聽共產黨講，梗唔選佢啦。起碼你有得揀啊嘛，就係可以話，如果條友係聽共產黨講，我唔選佢，因為你唔會維護香港嘅利益。呢個咪本土派就咁解啫嘛。咁有咩錯啊？維護香港人嘅利益，港人優先有咩錯啊？你嚟加拿大冇條件㗎，係咪？我哋而家香港政府點樣制定人口政策？每日150個單程證嚟香港嘅人，嚟咩人你唔知，唔係你話事。個審批權喺內地嘅公安機構，佢又可以貪污。雙程證自由行又係佢發，唔係你發。喂，我哋去美國邊度？如果要簽證係人哋發簽證俾你，你唔係話我要去啊，我簽證俾自己咁啊？香港就係咁啊嘛。但係根據基本法第22條講得好清楚，如果嚟香港長期居留嘅呢啲人，係嚟啲嗰個審批權係特區政府，呢個內地佢有審批權，但係佢徵詢特區政府嘅意見啊嘛。如果唔係，你點定個人口政策啫？大佬，老人嘅呢個老人福利啊、醫療啊、教育啊、房屋，你點定咧？你都唔知嚟咩人，男啊女啊多啊，咩年齡啊、咩教育背景啊，你冇得計噶嘛？咁你點定個人口政策啫？而家一嚟就可以攞綜援啦。我哋嗰陣時就話你要有條件嘅。喂，我有一次喺立法會嘅動議辯論講香港人優先，我嗰個演講嘅內容其中一段就乜嘢叫做香港人？我話香港人不分先後，無分新舊，只要你攞到香港永久居民嘅身份，你就係香港人。但係作為香港人，你係有責任去捍衛香港嘅核心價值。呢啲核心價值包括廉能政治、廉潔有效率嘅政治、言論自由、司法獨立。咁你就香港人，你唔係，你喺香港，但係你係支持共產黨，破壞我哋香港嘅法治，破壞香港核心價值，點咩香港人啊？
呢啲咪叫港奸咯 ，OK 係咪？呢啲咪叫賣港賊咯。所以我哋要聲討呢啲港奸同埋賣港賊啊嘛！唔好同我講大家都係中國人，佢嗰個中國人大啲嘅。你幾時當我係中國人咧？呢啲咪本土意識咯。後生嗰啲全部都係咁諗嘅，梗唔好意思，係咪？後生嗰啲80%以上都係咁樣諗嘅。你搞政治嘅人，搞運動嘅人，你唔係為我哋下一代去着想嘅，你係為咗你以前嘅歷史，你頭上嘅光環，同埋保持你現有嗰個權位。而家嘅台面上嘅政治人物就係咁啦，唔輸得嘅，保住而家個位，做嚟做去都係你呢班人，做到你斷氣為止，係咪啊？後生仔永遠冇得上位。我哋嘅所作所為，幾十年來做嘅嘢，就係要為我哋嘅下一代。但係我哋而家呢一代嘅人，佢係為咗佢過去嘅光榮、頭上嘅光環、而家嘅權位所做嘅嘢，嗌咩民主口號，都係為咗符合呢幾個目的嘅啫。香港嘅本土意識係好自然嘅。冇任何嘅外力，冇英美勢力，冇勾結台獨 ，OK？ 台灣你都唔使擔心嘅，佢係一個民主已經好成熟嘅社會。最近啲學生嗰個太陽花學運俾我嘅啟示就係，當呢一個民主政治、代議政治出現盲點嘅時候，呢個公民參與、直接民主就好重要。國父孫中山先生當年設計嘅民主政治嘅制度係一個理想，好多地方都實現唔到，但係佢講嘅理想嘅原則係100%正確嘅。人民有權，政府有能。人民嘅權對人嘅係選舉罷免權，對法律嘅創制覆決權。覆決嗰個已經係等於全民公決嘅大佬，不但止自己可以親自立法，仲可以覆決政府嘅法律。呢個孫中山提嘅呢個人民有權，政府有能，政府有能，仲要將個權力行政、立法、司法三權要分離，仲要加個考試監察，係咪好理想啊？五權憲法。台灣今天嘅民主政治就已經係好成熟到一個地步，就係總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今年年底嘅7合1選舉係地方省市呢個地方市長、縣市長同埋呢個5都市長嘅選舉，一人一票選舉產生。地方嘅議會代表好似貴國咁，係嘛？一人一票選舉產生。佢自然有一種自我防護嘅機制、自我完善嘅機制，仲有個輿論制度。而家鬧馬英九冇成本嘅 ，OK， 人人都鬧得。個個電台節目都可以鬧，咁啊唔會鬧得佢死嘅，係咪？佢唔會拉你坐監嘅，已經係一個好成熟嘅社會。最近呢個太陽花學運，有啲人會擔心到後期會亂。我同佢哋講，我最後喺佢哋即係話撤出之前1個禮拜，我去台北，我去睇，我冇去現場嘅，因為我唔中意抽水嘅嚇。有我哋有啲政客仔喺現場係影相 V 咩咧？關你咩事咧？就 V 字手勢行到立法院。係咪有影相關你咩事咧？抽水咯！我哋唔興做呢啲嘢嘅，我係同啲的士佬傾下，同其他啲人傾下。咁我已經有一個結論啦，我話咧啲僆仔係非撤不可，因為已經到咗一個抗日持久嘅地步。你再咁樣佔領落去咧，你就變咗衰人㗎啦。到最後揾個下台階咪撤出咯，係咪？嗱，但係成個運動就俾大家睇到一樣嘢，呢個間接民主有時都會失靈。即係你民進黨都驚我下次係佔我㗎嘛？當我執政嘅時候，係咪？初就樂觀其成喺後邊煽風點火，到最後就驚辣到自己㗎啦嘛，係嘛？所以民主政治佢唔係萬靈丹嚟嘅，但係至少比極權好100倍，係咪？你而家習近平雷厲風行，隨惡務盡，趕盡殺絕，係咁逐個搞到自己㗎啦嘛，係咪？你試下搞江澤民啦，
搞曾慶紅啊，搞温家寶咁，大家都一齊有嘅咯，咁咪攬住啊，係咪？而家整個周永康係嘛？之前係薄熙來，呢個已經係一個冇法治嘅社會，一個冇民主嘅地方嘅權力鬥爭嚟嘅嘛，好明顯係。大陸你問下有邊個官唔貪污嘅？話俾我聽，揾個清官嚟睇下，死咗啦嗰個胡耀邦，1989年4月15號瓜咗啦嗰個，係咪？你揾個清官俾我睇下啦。我哋喺香港，過去有啲人話香港係大陸嘅一個即係前進基地，共產黨又話你顛覆基地，有啲人話特別係啲民主派，我哋要爭取中國嘅民主，要支持中國嘅民主，中國有民主，香港有民主，黐線嘅你都，梗係香港有民主最緊要啦，大佬中國有咩民主關我叉事啊而家，係咪？你冇搞我就得啦。窮則獨，富則達則兼善天下，係咪？你有咩資格啊？但係對於共產黨迫害啲政治異議人士，我哋喺即係身處相對比較自由嘅角度，我哋要道義上聲援同埋譴責共產黨。除此之外，冇嘢可以做得到嘅。我哋要話俾人聽，我哋悼念6·4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要香港本土自治。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係堅嘅，因為你睇到共產黨殺人嘅，所以我哋更加要推動呢個本土民權運動，就因為6·4係咁樣定位嘅，而家要就唔係佢哋嗰幾句口號講咗25年，結束一黨專政，平反白狗民運。年年都係咁喺個台上，呢班人企喺台上嘅人，大部分都係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我哋而家啲年青人話唔好意思 ，sorry， 我哋唔會去維園幫你班民主派抬轎。悼念6·4在心中，喺屋企，任何一個角度都得，就唔要去你支聯會主辦嘅地方。嗱，呢度有啲港加聯嘅朋友一定唔啱聽嘅 ，OK？ 但係冇計，而家就係咁，因為你咁多年來25年，你吃呢個6·4嘅老本，吃咗25年，你冇增值不得了，到最後你竟然喺2010年行入中聯辦，同共產黨談判，其中一個係支聯會嘅副主席李卓人，講嘢呢班人真係，係咪？所以今天即係喺度，即係有個機會同大家分享下我哋喺香港最近不過對我嚟講都冇乜所謂㗎啦，即係我哋喺香港都已經俾人打壓慣，銅皮鐵骨係嘛，亦都冇乜所謂啊。但係喺海外，我哋希望大家關心香港嘅朋友。其實我自己有一種即係好矛盾嘅諗法嘅。我希望即係喺香港嚟咗呢度嘅朋友咧，大家喺呢度安身立命，生活愉快，空氣又好。我今日幾開心啊！咁好天氣嘅呢度。佢話唔係啊，早幾日仲落雨啊，好凍嘅。我嚟之前仲有啲人話：喂，英文4度5度嘅啫，帶嚿衫啊！話結果我一飆汗，係咪？幾好天氣嘅，係咪？呢度即係我成日講加拿大啊、澳洲啊，呢啲係人間淨土。你唔好理香港咁多嘢啦，係咪？即係啲人始終有個情意結。哎呀，我哋屋企人喺度啊！我以前喺嗰度安身立命嘅。既來之則安之，係咪？哪裏有民主，哪裏就是我的祖國。但係我哋喺香港冇辦法。我有2個仔係美國人，我從來都冇打算移民嘅，係咪？我台灣我太太係中華民國國民嚇，我又可以移民去台灣嘅，係咪？我又冇諗過，係咪？我哋一息尚存呢一笪地方。香港，我哋喺度出世，喺度成長，所有一切嘅嘢都係呢個社會俾我哋。我今年60零歲，行有餘力，係咪？可以做嘅嘢做得幾多就得幾多。我哋而家搞緊嘅普羅政治學院，訓練啲年青人，
我哋做緊2個網台 ，OK？ 呢個新媒體，我哋喺香港已經做到，即係唔好話轟轟烈烈。喺咁資源缺乏嘅情況底下，我哋都有個1年5日嘅晨早節目叫《大香港早晨》，喺呢度有好多聽眾 ，OK？ 夜晚黑我哋 My Radio 有我嘅節目 ，OK？ 呢度亦都好多朋友上網聽嘅。我哋而家整緊2個手機嘅 Apps， 喺任何地方你都可以用一個智能電話睇到我哋做節目，聽到我哋做節目。我係香港少數喺90年代已經搞互聯網嘅人。我哋初做嘅時候，啲硬件冇咁發達，所謂嗰啲所謂 new technology of communication 呢一啲咁嘅資訊科技冇咁發達，傳送好緩慢。而家方便到不得了，周圍都有 WiFi， 而家仲係雲端計算，真係天涯若比鄰，海內存知己，全球一家。地義心同，精神一貫。我成日舉一個例，就算你身處唔同嘅地方，你都有一種同社會關係。世界盃就嚟啦，或者你喺非洲，或者你大洋洲哪一個洲？如果你睇緊嗰場決賽嘅時候，見到一個12碼唔入，大家都一齊講過粗口㗎啦。無論你係講咩語言，係咪？你都係講嗰個字㗎啦。呢啲咪叫同社會關係咯，係咪？有同樣嘅愛好、同樣嘅理念、同樣嘅思維、同樣嘅感受嘅時候，即使你喺唔同嘅地方，都有相同嘅感受。所以我哋成日用8個字嚟形容我哋同海外啲朋友關係，叫地義心同，精神一貫。多謝大家。